美國白宮記者晚宴突然爆發槍擊事件，現場即時陷入極度混亂，情況非常危急，就連特朗普喺緊急撤離逃命嘅時候，都驚到跣腳跌低，全場所有人都慌張，保命走佬。但正係呢個生死關頭，竟然有嘉賓上演，你有你走，我有我偷，趁住天下大亂，專門走去台度偷走香檳同紅酒。畫面清楚拍到，有一位女賓客趁住人人慌亂逃命，直接拎走多支紅酒同香檳。片段流出即刻全網熱議。槍聲未停，情況危急，竟然仲掛住貪小便宜。身為上流社會賓客，真係有失身份。亦都有人覺得晚宴門票昂貴，咁做都唔算太過分。一件事睇盡人性反差，你覺得佢係有錢冇品，定係只係趁亂博懵？留言話我知。